要过年来看到，为了要保障民众食安全，昨昏下午，伫咧高雄也搁有台中拢有相关的行动。高雄卫生局和相关的部门来到三凤中街加查年会，用汽车检验年会敢有违法掺添加物。另外，漂检局嘛当场检查这个棚仔，看头家敢有食凊头的情形，要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。天也未拍曝光，台中市市长罗秀燕来到鱼市也搁有果菜市仔来视察，和摊贩来拜年，嘛要了解鱼货也搁有果菜，才会菜色果子到货量敢有正常。特别过年，各种大会四小拢真受民众的欢迎。高雄卫生局拜时早起，甲相关的部门来到三凤中街做年会稽查，观察一下，看它颜色有没有变化。这个变成黄褐色，这表示它有用过氧化氢去处理过。汽车甲地类有违法添加物的豆干拢走袂去，卫生局的人唔拿检查线卖食品的标示是毋是有合格，各用汽车来检验年货有添加物无，避免互民众甲食落。在选择食材的时候，看看的颜色是不是特别鲜艳，或是有不好的一个刺鼻的味道，那这些很有可能会有违法的一个添加物、有害的物质。我们希望在驾驶的部分呢，它必须要磅秤确实，不要有斤两上的一个争议。校正一下哈。就惊有头家会食凊头，漂检局嘛当场做棚仔巡逻的检查，守护消费者的权益。唔拿高雄、台中嘛出动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天也未光，就走去鱼市视察，唔拿向头家拜早年，嘛去了解鱼仔卖卖情形，佮借机会教大家买鱼仔的撇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看它的眼睛亮不亮哈。那第二个看它皮肤光不光滑。第三个看它的鱼鳃。唔拿鱼仔，罗秀燕嘛真关心菜色果子批发的介绍。这个摊商告诉我，批发商告诉我哈，因为今年的量蛮充裕的哈，那所以价格呢很平稳。菜色果子的货有够，种类多，介绍嘛真稳。过年进前，各地政府机关总动员，要互民众安心过好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